一般香港人工作繁忙，生活節奏快，由朝忙到晚，仲經常出去應酬食飯，好多時咧食唔定時，營養唔均衡，咁啊食埋晒啲肥膩嘢，難免就引致三高。有朋友介紹我食呢隻萊特維健金字 R TG 魚油，有研究話可以提升300% 嘅人體吸收啊，即係話食1粒等於食普通魚油嘅3粒，咁佢嘅純度咧仲高達97%，冇一啲嘅壞脂肪。金字 R TG 魚油榮獲多項國際級品質認證，同埋經高科技分子蒸餾技術提煉純化，除咗純度高之外，可以降低氧化同埋污染風險，仲可以減低魚腥味添。咁啊，食得放心又開心。如果你想揀一隻真正高效嘅魚油呢，唔好只係相信咩 EPA 同埋 DHA 啊，因為呢金字 R TG 魚油採用 EPA 加 DHA 加 DPA 嘅黃金組合，係最接近人體天然需求嘅完美比例。高含量 EPA 幫助改善血液循環 ，DHA 對記憶力同神經健康就至關鍵。而配方特別加入咗稀有嘅 DPA 呢，除咗有助維持血管彈性，仲有助提升抵抗力、增強體質、護心、健腦、增強體抗力，真係功效多多啊！只要每日食一次，每次2粒，就可以改善血液循環，維護心血管健康。同埋佢哋好貼心啊，排裝設計。咁如果去旅行呢，一家大細一齊食都好方便嘅。